還我勞工保障，還我勞工保障。職工盟趁5一勞動節發起遊行，爭取改善勞工福利。遊行人士除咗拉起橫額、舉起標語之外，有人專登打扮成熊貓，諷刺打工仔個個要加班，冇得瞓，搞到有大大個黑眼圈。遊行人士下晝喺維園球場出發，再沿軒尼詩道經灣仔同金鐘遊行去新政府總部。警方沿途維持秩序並封閉部分行車線。遊行人士有唔同嘅訴求，又係新嘅DSE 嗰個文憑試啦，咁變咗啲老師嗰個壓力都好大嘅。仲可以爭取緊即係少啲課節啊，少啲工作壓力咁啦。加班計補水或者補假都好咯，即係一個保障咯，唔係話開咗工就冇收工時間嘅。我哋上計人工，我哋唔係貪心嘅，唔使加咁多，我哋係但係上4000蚊，一樣都幫香港經濟。我哋上香港底份，我哋都好啲啦。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話，雖然最低工資已經實施1年，但係工資嘅增長被通脹蠶食，無助改善基層工人嘅生活，要求年年檢討最低工資水平。而家係好迫切一樣嘢呢，就其實嗰個物價殺到埋身嘅時候，通脹咁高呢，係要好迫切嘅，要係增加呢個最低工資。咁好可惜呢，而家仲未有個期嘅。如果根據政府而家嘅時間表呢，分分鐘要等到2013年。咁我哋工人係等唔到，我哋嘅生活等唔到，我哋要養家。大會又要求政府提高最低工資至時薪33蚊，立法制定標準工時，以及增加勞工假期數目等。職工盟話有3200人參與遊行，警方就表示遊行隊伍有2700人。